見證將榮耀歸俾神啊！我哋請李牧長。今晚咧就同大家嚟到見證主恩，係講我關乎通波仔手術嘅3個看見。咁好多弟兄姊妹咧都為我做通波仔手術嚟到祈禱，同埋關心我嘅康復嘅情況。咁多謝大家嘅代禱同埋慰問啦，咁俾我好大嘅支持同埋力量。今日咧我懷住一個感恩嘅心嚟到想同大家分享我喺通波仔手術嘅過程裏邊點樣嚟到經歷神嘅恩典、神嘅憐憫，同埋點樣嚟到感受到你哋嘅愛，學識咩叫做彼此相愛，乜嘢係互相代求，以及我喺呢一次嘅手術上邊學到啲乜嘢，願一切榮耀嚟到歸到俾神。咁我想分享3個我親身看見嘅見證。第一個看見係神嘅恩典同埋憐憫。第一個咧係神為我開路。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喺8月5號嘅時候係全日都黑雨，禮拜2我哋呢度都唔使返。咁喺當晚大約凌晨12點，就因為覺得胸口痛，咁所以咧就進入咗急症室。咁大家都知啦，即係公立醫院嗰啲要等好耐噶嘛。咁我都諗住起碼都等7-8個鐘頭噶啦。咁感謝神喎，神為我開路，等咗2個幾鐘頭，咁就可以上到病房啦。咁1個月之前咧，做過好多嘅檢查，覺得身體有問題，但係硬係咧都發現唔到個病因。咁最終咧，照 CT 嗰個電腦掃描咧，先發現有一條血管塞咗75%，咁需要做通波仔手術。咁第二個咧就係神為我預備。政府醫院咧手術排期通常咧都要等好耐噶嘛，咁最少都要幾個月啦，甚至乎幾年啊咁。咁但係神為我咧預備咗三星期3個禮拜嘅時間，令我覺得好特別啦，即係好開心，即係點解會咁短嘅咧？咁快嘅咧？咁第3樣嘢，神為我安排。咁一般病房咧，環境嘈雜啦，8個人一間房，咁好難休息㗎。即係啲病人會有呻吟聲啦，有鼻鼾聲啦，有手術嗰啲咁嘅儀器聲啦，咁好難瞓㗎嘛。但神係為我預備咗一個 CCU 嘅加護病房喎，咁成間房咧得我1個人嘅啫，咁就變咗咧好靜，咁淨係得我感覺到淨係得神同我同在嘅啫，咁我可以好好咁嚟到靜養啦。第4個咧就係神嘅保守，喺8月17號3個禮拜之後啦，咁手術順利完成啦，全程係清醒嘅喎，唔需要打麻醉針嘅喎。咁喺熒幕嗰度咧睇到醫生做手術嘅過程嘅，咁亦都感謝神嘅保守啦，多謝醫護嘅悉心照料啦，咁進展良好，就2日之後就出院啦。第5個咧就神同我同在。羅馬書路話：自從造天地以嚟，神嘅永能同埋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草動你就知道風喺度啦。喺經歷過咁多嘢嘅時候，我就知道，咦，神喺度喎。呢一次嘅經歷咧，俾我睇到神嘅恩典同埋憐憫，佢同我同在，保守我每一步。第2個看見神家嘅愛同埋互相代禱，弟兄姊妹嘅愛。第一樣係弟兄姊妹嘅愛。喺我等候做手術嘅時候，你哋給我無比嘅愛同埋關懷啦。團契都一路都要提出請為我代禱啦。咁一句句嘅問候，暖喺心裏邊啦。咁有人咧就話：我方大家都會為你嘅做手術嗰一日嚟祈禱嘅。有一個咧就話：聽日幾點鐘做手術啊？另外一個就話：你係咪已經喺醫院啊？哇！呢啲説話成為我心靈好大嘅安慰。第2咧就係嗰個代禱同埋祝福。咁一篇篇嘅代禱文啊，
金句嘅鼓勵啊，簡短嘅祝福，好似他必看顧、求主醫治啊、手術順利啊、早日康復啊等等咧，都成為我強而有力嘅支持。第三樣，通波哥嘅見證，因為我未做過通波仔手術，於是咧我就請教一位有經驗嘅通波哥嘅意見啦。咁點知咧佢好輕鬆同我講㗎，嘿，我通過4次都仲喺度，唔使擔心嘅。咁啊俾我咧就瞬間咧放鬆咗，心裏邊咧踏實好多啊。第4咧就彼此相愛，互相代求。約翰一書又話：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哋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裏面得以完全了。呢一次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神家嘅愛同埋溫暖。為人代禱同為我代禱咧有好大嘅分別，知唔等於懂，係你哋讓我明白咩叫做彼此相愛，咩叫做互相代求。因為我哋都係基督嘅身體，若一個肢體軟弱，整體都會合一代求，以愛連結。呢樣嘢係我認識到嘅。呢啲愛心同埋祝福，神都聽見啦，亦都一一成就咗。你哋給予我無比嘅愛同埋關懷，我會記好耐嘅。第三個看見自己嘅軟弱同埋重生。第一係健康嘅迷思，我一向好注重健康嘅，又冇三高，保養亦得宜，冇染上過新冠，但係唔察覺咧，身體已經靜雞嚟出現問題啦。外表健康唔等於冇病，人算不如神算。第二點，重新思考人生方向同埋使命。患病咧，迫使我重新思考自己嘅軟弱，到底出咗啲咩問題呢？隱藏嘅憂慮啊，無形嘅壓力，還是身體老化嘅結果呢？我唔知道，只係睇見自己嘅有限同埋無力感。因此咧，我重新整理以下嘅人生方向，我重新評估自己嘅生命仲有幾多時間呢？重新感受神嘅恩典同埋使命，多啲關心身邊嘅人。第三點，經歷3重醫治，神嘅同在同埋憐憫醫治咗我嘅心靈，人嘅關懷同埋愛心醫治咗我嘅情感，醫護人員同埋治療醫治咗我嘅身體。我親身體會到人間有情，天上有愛。林後嗰度話：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感謝神。結語啦，恩典嘅記號。呢次手術唔單止係身體嘅修復，更係靈魂嘅更新。我睇見神嘅手喺我生命中動工，亦都睇見佢藉著人心所發出嘅關愛，為我加油，讓我喺軟弱中睇到神嘅榮耀，喺患病中經歷佢嘅醫治同埋恩典。感謝神讓我上了人生寶貴嘅一課，喺生命中留下3個支架，3個恩典嘅記號，一直陪住我，叫我唔可以忘記。感謝大家嘅代禱同埋關心，願主賜福俾你哋每一位，願一切榮耀歸於神。多謝大家。